口的，麻烦你去刷一下。啊，会后结束，你出去，你可能你后都买无去，你车无去，因为用拖一下。啊，再就是报告，咱操场内底的观众、听众，感谢你的热情，咱退来咱的跑道外口，退来咱的跑道外口，哦，咱跑道外口是。啊，真侪是大人，七早八早举椅头啊来伫遐坐咧等，你咱咧挡掉的人拢看无，哦，你咱挡掉的人拢看无啊，哦，麻烦一下，叫阮配合一下。啊，现主持伫咱操场咧操练的是咱的后营保护局，咱的小工地，以及着咱保定东四寮公营局咱的小工地。来，各位好朋友，把手来看，上手来啦！中间电视台有线上直播，宝岛声很大，你的鼓励吼是最大的动力吼，所以讲咱朋友啊，不过是来拍一个促进咱身体健康而且嘛是互伊一个鼓励你嘛都难得看到，咱贵啊店，有一个特色你应该注意看咱的西港香口有一个特色就是咱的卡筋，卡筋的特色你来看，即摆卡筋全部拢进化做腰带腰带。咱来注意看因的这个腰带腰下一条带伊的设计就是讲若同款的，就是同样的师傅同款的师傅来同款的标制作，你就一直落来，开枝散叶所以讲咱遮有注意看如果讲你若注意看因的腰带伊的设计若无同款的就是讲有诶拢做一伙来在做表演若如果无同款的，干一个球，这嘛是难得可贵来，咱报告，咱西港庆安宫招待做人员，麻烦来到司令台后壁咱这个广播器材这个所在，这个帐篷遮集合来麻烦咱招待所招待组人员，听着广播，麻烦你来咱这个广播器材这个帐篷遮会合。正大今天的17寸，刚刚有唯一的排会控，咱即摆看到依序咧进场的，咱有看到一个特色无，就是卡筋咱是黄色的腰带卡筋市场有东西，不同的思路，工具不同的腰带，把筋连变成腰带。咱即摆依序咧入来就是咱卡筋。即摆伫咱现场咧表演的就是咱的蓝角筋蓝色的感谢着咱卡筋咱的后营保护局咱主任委员丁连红总理所率领咱小工地的教练黄基雄教练咱的领队咱的彭清新彭教练以及着咱保定东四寮公营局咱的主任委员咱黄志模黄主委咱的小工地的教练咱的总教练咱的游泳健咱吴信俊咱的吴教练咱领队呢咱的黄贵阳领队非常感谢着咱保定东四寮公营局以及着咱后营保护局这是咱的卡吉娜的表演咱卡吉娜先准备卡吉娜先准备。